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拍伊朗中东的战争炭烧已经第3礼拜，全世界上较要紧的就是伊朗甲荷姆兹海峡封起来，若攻击过路的货船，石油嘛运袂出来，继续是一直咧欠悬。即阵美国总统 Trump 是证实讲，伊是当咧甲7个国家协商，望因是会当派军舰护航，确保即个海峡的安全。亲像日本甲澳洲即阵是表示讲，因无即个计划。不过3月19日，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是要去美国访问，这就有可能是伊甲 Trump 讨论的重点。也若是其他国家回应着国家含糊，亲像中国是干那呼吁讲爱加强沟通，也若南韩是惊加入战争，讲要评估。也若是法国是甲这军舰部署伫咧地中海，英国是讲有可能会派无人机，不过无答应要派军舰。因为这各国都唔甲赞声，Trump 就警告北约。若唔确保这个海峡通讯，状况会真歹。也若是中国迄边，Trump 是单独提出来讲，讲是有可能的因后甲是军兵见面。美国总统川普行政团队上星期指出，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可能第3礼拜，也就是搁较短的时间来结束。川普15日为福州登记花火空军1号人员表示，伊朗方面真想要甲美国协商，不过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伊朗迄伫封锁整合全球2%石油供应的荷姆斯海峡，和国际油价一直伫每桶超过$100左右。川普15日证实已经甲包含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甲澳洲等7国沟通协助护航，尤其是中国。川普伫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警告，若盟友无法度协助解除荷姆兹海峡的航运封锁，美国甲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可能面临重大冲击，甚至影响北约的未来。佮讲，若中国无协助确保荷姆兹海峡航运安全，亦可能延后完成3月底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不过，澳洲方面昨日已经表示，未派出军舰去荷姆兹海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也回应，日本还无针对派遣军艦做出决定，也无接受正式请求。まだ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ので、仮定のことにはお答えしにくいございま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出龙15暗时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通话差不多30分钟。小泉强调，日本认为即马伊朗的局势依然爱靠外交方式解决。北京方面无正面回应川普的讲话，南韩外交部是表示已经注意到川普的呼吁，伊甲美国密切协调。法国是考虑护航行动，不过爱伫情势稳准，战术等好了后才能推动。英国首相舒克尔15分别甲川普也有加拿大总理卡尼讨论荷姆斯海峡情势，不过无做出具体承诺。公司新闻记者请编辑。全世界油价大起，国际能源总署的成员国顶日是决定要放出4亿桶的库存来应急。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这4亿桶是干那会当应付1/4的需求尔。除了国际能源总署的成员国，沙地阿拉伯是透过原油的公路，一天送500万桶的原油过红海延波港。另外，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统计，咱台湾一天是爱用掉82万桶的石油，是全世界第25名。能源运输命脉，荷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差不多中断，予全球的油价大起。国际能源总署甲能源协会统计，全球石油一天平均用量以美国1912万桶上济，过来是中国甲印度。台湾石油的用量是82万桶，排名全球第25名。原油安全存量来说，目前看起来，那如果真的不再有源头进来，就是依据现行的油品消耗来说，我们大概只能再撑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而已。经济部能源署进行指出，国内石油安全存量超过150天。专家认为，万一中东战争延长，可能要为油品的消费做调整，以价质量减少消费，有助延长油品的天数。若是石油无为荷姆兹海峡经过，伫海运街道部分沙特阿拉伯东西向原油公路，为东部省的阿布凯克油田穿过阿拉伯半岛，再搁直通红海的延波港。
桶，逐工差不多500万桶。若是阿布达比原油公路为内陆省的哈布县油田通往阿曼湾的富吉拉港，逐工差不多150万桶。啊，毋过代替运载量对比原先经过荷姆兹海峡，原油日运输量1370万桶，也是欠真济。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替代掉从荷姆兹海峡进出口的那个问题。油管的接通点，就那个港口的作业区，它是不是跟原来的港口作业区一样的长、一样的便利？专家认为，若是荷姆兹海峡持续封锁，毋若国际油价起价，包括飞机附加费用也会增加，最后毋若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全球也有可能石油危机，都要谨慎因应。记者采访报道。咱国内立委就关注中东的战争，敢会去影响到经济成长率，敢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的主计长就表示讲，若是油价起10%，GDP 就影响0.1个百分点，消费者物价指数影响0.24百分点。也若是另外，国发会是预估，今年台湾的出口真旺，经济成长率有机会达到7.71%。16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一桶上悬起到106.42美金，西地州原油北起到上悬99.27美金，中油对起柴油总共吸收9块半加10.9块。对国内经济成长率加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更会造成通膨。它涨10%，那对我们一个 GDP 的影响是0.1%啦，哈。那如果说全数涨价是0.12，那对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讲是会影响0.24啦。主计长陈淑珠讲，消费者物价指数是逐个月修正，因若经济成长率是每3个月修正一遍，会继续观察中东战争对国内影响。因若中油的财务亏损已经超过800亿，一个会吸收国际油价起码稳定物价。陈淑珠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中油增资案，另外月底将要开电价汇率审议，也希望会当缓起和人民安定。因若国内经济对齐信号已经继续是日落的红灯，敢会因为中东战争的影响？大家也伫咧讨论，主计总处所估计，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7.71%，敢会向下修？主计处预估7.7哈，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可以达成。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口会持续的跟去年一样，景气灯号，我想应该有机会持续的再红下去。国发会主委叶振宪表示，有关汤增加数的计效，3月确定未起，不过4月计效就要搁再协调，3、4月液化天然气供应无问题。中油进前甲美国签的 LNG 买卖契约，也自6月开始交货。会继续关心国际能源计效。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甲美国同齐发动攻击，打算风声讲因的总理纳坦雅胡过身。不过纳坦雅胡是随看一块林加比的鸦片拍破谣言，佮强调讲因是已经锁定伊朗国内数千个目标要甲毁掉，而且即阵战争也炭烧到黎巴嫩，已经有850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现身耶路撒冷教会一间咖啡厅，因为网络真侪人咧讲伊已经过往啊。影片中伊轻松食咖啡，用希伯来语的结果仔话来警惕伊的死讯，佮举手请无聊算伊的镜头啊，用这来证明伊规个人好好。אני מת על קפה, אתה יודע מה? אני מת על העם שלי. איך הם מתנהגים, פנטסטי. אתה רוצה לספור את מספר אצבעות? אתה יכול להראות לנו? פה. פה. ראית? יפה מאוד. לחיים. 纳坦雅胡搁再声明，虽然有真侪限制，以色列继续伫伊朗甲黎巴嫩境内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确保国家安全。以色列国防军嘛强调，这场实施怒火行动有周密的计划。以军发言人搁指出，虽然战争已经一段时间啊，不过透过逐日更新的证据，因伫伊朗境内依然锁定数千个有威胁性的军事目标，准备攻击。伊军强调，德黑兰政权是一天比一天更较衰微，佮对百姓隐瞒真相。啊，那美英领导人嘛当咧通话讨论，要安怎定克服伊朗封锁的荷姆兹海峡。ואנחנו מייצרים מטרות נוספות מדי יום. המשטר כבר מוחלש, ו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החליש אותו יותר ויותר מדי יום. הוא מעורער, והוא מסתיר את זה מהאזרחים שלו. 不过军事攻击嘛带来真大的代价。黎巴嫩卫生部指出，这2礼拜攻击已经造成当地850人死亡，其中有100多个妇女甲囡仔，还有数十个医护人员。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疑似和武装部队攻击几礼拜。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亲身到黎巴嫩呼吁停火。不过，真主党领导该站态度犹原真硬，宣称因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لقد أعددنا أنفسنا لمواجهة طويلة.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سيفاجئون
في الميدان تهديدات العدو لا تخيفنا وسيرى العدو بأسنا战火之外，伫国际舞台嘛出现真正的比例。进前伫亚洲杯卡球赛，拒绝唱国歌以表示抗议的伊朗女子卡球代表队传出队长甘巴里决定撤回澳洲的庇护申请，正做第5个改变心意的成员。伫寻求庇护甲对出来人安危的烦恼之间，球员的处境是非常脆弱。目前伊朗暗要调悬上级心主以平息民怨，这场因为乌金甲飞弹所引起的风暴，当咧分化中东社会。公视新闻台为人编译。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今仔日颁奖，上届赢的是一战再战这块靠西正殿的电影，摕到最佳影片顶6项大奖。也那个人奖的方面，影帝是伫咧电影罪人当中，一个人扮演2个角色的 Michael B. Jordan 提起，伊是头一届入围得奖。也那换来看影后，是由电影《哈姆奈特》的 J.C. Buckley 摕到。包含这块奥斯卡影后，伊是因为这出电影，已经摕到5个奖的影后。也那另外是自去年放送到请到即阵的动画片 K-pop 辣魔女团，也佮有伊的主题曲是摕到最佳动画，也佮有最佳原创歌曲。来看哈萨克阿拉木图有一间光盘录音机博物馆，收藏200多台苏联时期的录音机。博物馆内底放送的是欧美音乐。创办人是讲，这是要展示苏联时期，就算官方禁止，欧美的音乐依然是流入苏联。街仔顶悬有一台搁一台古董，这是伫哈萨克东南部山区的第一大城，号做阿拉木图。有一间细间的私人博物馆，内底有收各种的录音机，录音机的带啊大大一圈，互人看甲是感觉真深色。那内底咧放的音乐是苏联时期封禁止、民间偷偷流传的。Их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официально где-то достать,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из окна каждой квартиры звучала эта мелодия. Каким-то образом, в общем, там контрабандой какой-то привозили эти пластинки, переписывали эту одну пластинку. Для чего и магнитофон-то нужен был, да? Он имел функцию записи, то есть можно было записать с пластинки. 这位先生就是这间博物馆的创办人，伊对音乐的热情，就是对这款录音机开始的。1991年苏联解体了后，伊生活伫哈萨克，正少年这录音机听到的音乐。2002年开始，伊拍拼收集这古早味的录音机甲录音带，全部拢是苏联时代盗版音乐正畅销的年代所使用的机器甲音乐。伊收集200多台录音机，也佫有济济录音带。伊决定将这宝贝公开，互大家来欣赏，到伊的博物馆来参观。Интернета не было,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было с 2 кнопками. Казахстан и пер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се. По радио тоже, в общем-то,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не крутили. Было, конечно, что-то интересное, но очень редко. Поэтому все увлечение музыкальное сводилось либо к грамзаписи, либо к магнитофону. 创办人讲，来遮参观的民众大多数拢是少年人，遮少年人毋捌看过这款古早味的录音机，所以拢感觉真新鲜。对因来讲，这可能拢是顶世纪时代的历史文物。那年岁较大的民众，因为少年的时阵拢捌看过啊，所以是透过参观来缅怀过去的日子。公视新闻陈思栋编译。有科技公司推出宠物智慧手机啊，毋但是会当透过特定的动作，伊就会当打电话予伊的主人，主人嘛会当透过镜头甲 GPS 掌握动物盘的状况。甲猫咪的头索索的，互伊感觉真安全。毋过主人若无伫厝的，有一寡宠物有分离焦虑，也是家己算甲真欢喜，甚至会甲厝拆了了。2016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有业者上阵宠物市场，推出宠物专用的智慧型手机啊，互因会当甲主人随时打电话。People is in the AI age, and suddenly we realize, and our pet still waiting for people to bring them to the AI age. Currently, we only watch and care our pets by CCTV and the tracker. I think that's the old age. We must use the pet phone if the pet like people that can use the pet phone, we bel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IA. 业者相信讲，只要用指定的动作，
像若是咬啊，也是流喙烂等等行为制约。广东这个宠物若是直接着感应器，就会当双向沟通。First, we believe the pet can use the pet phone t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 like a child. If we give a right training, let the dog, for example, jump 3 times, they can make a call to their owner, and they will do in the future. 业者表示，当主人出去外口，会当敲电话、放音乐，互因放轻松，还会当用内底 GPS 来查看宠物的位置。另外，这个宠物的手机啊，还会当翕相，嘛有健康追踪器，会当随了解因的活动情形。That's the pet phone and the pet camera. So this can enable pet call people if they're happy, if they don't happy. We can make this happen. Like people use the smartphone, bring people into a new era of life. 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为着安大患者甲家属，澳洲布里斯本的安宁机构普遍的引进虎尾犬，陪伴因行人生的上尾一段路。伫安宁病房做志工的黄金拉狗拍皮，今日过来比出任务咯。She gets excited because she knows exactly where she is and she's wearing her uniform, so she knows she's got a job to perform. 颔棍顶面若是围巾，就是拍皮的制服。今日来到这个94岁老阿公的房间来陪伊计算。Aren't you something? Had a good life, so I don't think I'll go home again. But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94? There's a lot of sadness here, but the role of Poppy and I is to alleviate that sadness and just to bring joy and comfort. Some people have asked if she can hop on the bed, which I have done occasionally, but being a 38-kilo dog, it's not probably the best. 虎尾狗伫澳洲的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的安宁医疗是真普遍，伫机构内底真侪住户拢面临家己性命真崩，亲像拍皮这款有灵性、情绪稳定，又个真亲人的虎尾狗，会使互这市民感受到幸福甲欢喜。就算时间真短，也受价值的。拍皮时阵是7岁，过去4年拢做这个虎尾狗的工作，伊真清楚家己的角色，也做个真好。而且拍皮甲安宁机构内底这所有员工也拢真做好朋友。Families know and patients know when Poppy's coming in, and they actually check to make sure what day she's in. And when they see her come in the room, you just hear the sounds of Poppy's here, and it's just beautiful. 就算袂晓开嘴讲话，杨过拍皮规身躯真软的门，加上受人喜爱这个个性，伊所带有这个等待生命最后阶段，做好因的欢乐甲安慰，可能比人类也搁较济，也更加单纯。国际新闻，郑婉琴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